第28章第1節，以撒叫雅各來，甲伊祝福，也吩咐伊講：你毋通帶迦南的查某囡仔做某，你起來去巴旦亞蘭，到你的外公比土利的家，佇你的母舅拉班查某囝的中間，帶一個做某。完全能的上帝賜福你，予你生誕真多，成做濟族。閣將所應允亞伯拉罕的福氣，予你甲你的後裔，予你承接你所寄居的地，就是上帝所予亞伯拉罕的。以撒找雅各去，伊就去巴旦亞蘭，到亞蘭人比土利的囝拉班遐，伊是雅各以掃的母舅。以掃看見以撒甲雅各祝福，閣找伊去巴旦亞蘭，要對遐娶某，也看見祝福伊的時，吩咐伊講：毋通帶迦南的查某囡仔做某。閣看見雅各聽爸母的話，去巴旦亞蘭，以掃就知迦南的查某囡仔，伊的老爸以撒毋定意，以掃就去以實瑪利遐，佇伊遐的某以外，閣娶瑪合拉做某，伊是亞伯拉罕的囝以實瑪利的查某囝，尼拜約的小妹。第10節，雅各離開別是巴，往合蘭去，到一所在，因為日落，就佇遐歇眠。對遐石頭的中間，摕一塊做枕頭，佇遐困。望見有推徛佇地呢，推頂拄天。有上帝的使者佇推呢在上落，耶和華徛佇推頂，講：我是耶和華，你的祖亞伯拉罕的上帝，也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將你現在所困的地賞賜你，甲你的後裔。你的後裔要親像地上的土沙，你要對東西南北來發展，地上萬族要因為你甲你的後裔得到福氣。我也甲你佇地，你無論去倒落，我要保護你，也要帶你倒來這所在，攏無放殺你。到我正對你所講的，雅各困醒，講：耶和華真正佇遮，我竟然毋知，就驚講：這所在到這通行，毋是別項，這是上帝的厝，這是天的門。雅各早早起來。將伊做枕頭的石徛做條，倒油佇頂面，就命迄所在叫伯特利。這個城本名路斯。第20節，雅各下願講：上帝若甲我佇地，佇我所行的路保護我，閣予我有麵通食，有衫通穿，予我安然倒來我的爸的厝，就耶和華的確做我的上帝。我所徛做條的石，要做上帝的厝。既然你所賞賜我的，我要將10分的1分獻予你。